係，大家好啊，我係阿思思賢啦。嗱，咁因為咧最近咧都比較上多觀眾留言咧，就再問一啲有關醫療費用援助嘅優化措施。咁而官方咧亦都喺11月內咧都公布咗一啲完整嘅資訊。咁所以思思賢咧就幫大家咧製作影片去補充翻大家需要知嘅新資料啦。另外咧，亦都有部分嘅觀眾可能唔知道究竟醫療費用減免嘅新安排係點樣。咁所以呢一個影片呢，都重新會話俾大家聽，尤其是係長者方面，究竟喺邊啲情況下可以豁免遞交部分嘅文件呢？定係完全豁免唔使遞交文件呢？咁事不宜遲啦，先開始影片嘅內容先啦。隨住公營醫療收費將會喺2026年1月1號起改革，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同埋自費嘅藥系安全網，亦都即係撒瑪利亞基金，都會同時優化，以加強醫療保障同埋理順有關嘅申請流程。咁呢一個醫療費用援助嘅優化措施呢，當中有包括擴大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受惠嘅對象。最重要嘅一點呢，就係大幅放寬收入同埋資產限額。收入嘅限額由現時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嘅75%放寬到去，例如係2人或以上家庭呢，就會放寬到家庭住戶嘅每月入息中位數100%啦。如果係屬於1人家庭呢，咁就係按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嘅150%就作為入息限額嘅上限。呢個優化措施就可以加強對缺乏其他支援嘅1人家庭可以加以援助。而有關資產限額方面，就會放寬到去申請公屋嘅資產限額。咁同樣都係按翻人數去定義資產限額方面。咁首先而家熒光幕就會顯示舊有，亦都即係至到2025年12月底嘅現行機制。咁所以如果你係申請2026年嘅1月或者係2月開始覆診或者係就診嘅醫療費用減免呢，就唔使參考而家熒光幕呢個數據㗎啦。呢個只係年底前嘅現行機制。咁同樣都係按翻家庭人數同埋資產去釐定啦。大家見到舊有嘅資產限額呢，就會較為嚴格嘅。而收入方面呢，就要達到家庭入息中位數50%先至為之全額減免。所以呢，影片呢就會比較上重點係講新機制，亦都即係話適用於2026年1月、2月或者係之後申請呢一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可以參考嘅入息同埋資產限額。咁但係提一提大家，而家現時熒光幕提供嘅圖表數字只係供參考用，因為而家呢一個每月嘅入息中位數同埋公屋資產淨值嘅限額呢，將來都係會持續更新嘅。咁所以大家要記住，最終嘅評估結果同埋醫療費用減免安排申請呢，都係以官方到時嘅準則為準。好，咁始終因為呢個係新機制啦，咁所以思思賢呢都詳細同大家介紹一下，同埋呢都比較上多觀眾留言去問嘅，咁所以呢就思思賢呢就用翻官方嘅圖表同大家介紹啦。先講收入方面先，如果係1人家庭，咁每月入息中位數嘅150%就係15000蚊啦。咁大家記住呢，呢一個呢係而家官方嘅可以用嘅參考資料，同之前嘅影片呢會有少少唔同。咁大家記住呢，現時係可以用住呢一個表格先嘅。咁而如果需要做全額減免嘅呢，1人家庭呢，咁就需要係每月入息中位數嘅75%啦。而個金額呢，就係7500蚊啦。跟住就講2人家庭啦。如果2人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嘅100%就可以申請部分減免啦，咁就會係23000蚊。咁如果係要申請全額減免呢，咁就需要係每月入息中位數嘅75%，亦都即係17250蚊。咁大家都可以撳停影片去查看翻之後，例如話3人、4人、5人家庭嘅每月入息中位數100%可以申請部分減免嘅金額係幾多？咁跟住就有關資產方面啦，亦都即係熒光幕而家下半部分有關家庭人數資產嘅計算方面。如果1人家庭唔屬於長者嘅，咁就係291000，呢個只係適用於非長者嘅1人家庭。咁如果係長者嘅1人家庭呢，咁佢上限就係459000。咁呢個就大家可以留意啦。咁另外，
如果係二人家庭當中冇任何長者成員呢，咁資產上限呢就係394000。咁如果二人家庭入邊當中有一位係長者成員呢，咁資產上限就係562000。咁如果二人家庭當中兩個都係長者成員呢，咁資產限額呢就係73萬啦。所以呢度呢，之前有觀眾留言就係問，如果無論係一人嘅長者家庭或者係兩人嘅長者家庭，如果只係符合長者生活津貼嘅入息同埋資產限額，其實合唔合資格呢？咁大家呢就可以參考翻呢一個表格。咁其實呢，大家見到有關長者方面嘅資產上限呢，本身係寬鬆過長者生活津貼嘅申請資格嘅。因此呢，理論上如果你資產唔超過熒光幕所顯示嘅按分類顯示嘅金額嘅話呢，咁就係可以申請呢一個醫療費用減免㗎啦。咁當然之前都有觀眾留言就係問，究竟其實個分別就喺邊度呢？咁呢一度提一提大家，就係其實如果喺家庭入邊有長者成員呢，咁個資產限額就會因應每個長者成員嘅人數，咁就會獲得提升168000。咁所以簡單啲嚟講呢，就按翻家庭人數打橫睇翻個表，無論係入息同埋資產限額，就進行分析就可以㗎啦。咁而呢一個優化措施都擴闊咗涵蓋嘅範圍同埋延長減免嘅期限呢，擴闊65歲或以下嘅人士有限期嘅醫療費用減免嘅涵蓋範圍，當中就會包括偶發性嘅家庭醫學診所嘅服務，而最長嘅減免有效期呢，就會由12個月延長到去18個月。咁喺最多18個月內再次申請減免嘅時候，只係需要簽署聲明書，確認家庭嘅財政狀況冇顯著嘅變化呢，咁就無需要重新遞交經濟文件做審查，就可以獲得減免至最長第一次批核後嘅18個月。咁另外新嘅措施都放寬咗家庭嘅定義，佢分為受供養病人同埋非受供養嘅病人嘅。咁先講咗受供養病人先，當中包括受供養人啦，即係未婚同埋未滿18歲啦，又或者係18至25歲之間正接受全日制教育嘅人士。如果唔符合剛才提過嘅未婚同埋指定歲數嘅限制呢，咁病人呢就會劃分為非受供養人嘅啦。咁如果係受供養病人嘅家庭嘅定義呢，就係病人本身啦，再加埋佢同住嘅父母或者係法定監護人，再加埋受供養人嘅兄弟姊妹。另一邊廂，如果係非受供養嘅病人呢，如果係已經屬於已婚人士，咁就係包括病人本身啦，跟住就係佢同住嘅配偶，接住就係受供養人嘅子女，但係咧就唔包括佢嘅同住父母啦、監護人啦，或者係兄弟姊妹。咁如果呢一個非受供養嘅病人係未婚人士呢，咁病人呢就會視為一人家庭，不論病人有冇同父母啦、監護人啦，或者係兄弟姊妹同住。咁另外優化措施都會包括簡化申請流程啦，認可家庭成員嘅醫療費用減免資格。如果申請人有同住嘅核心家庭成員曾經獲得醫療費用減免，並且係喺有效期嘅醫療費用減免嘅受惠人呢，咁申請人就無需要再進行全面嘅經濟評估，而係可以獲得該家庭成員同等嘅減免措施，至到去呢一個醫療費用減免嘅獲批至到有效日期。咁醫管局就會參考佢嘅呢一個核心家庭成員佢申請醫療費用減免時候所遞交嘅財務資料，跟住就會按實際情況，只係會要求申請人提供必要或者係有所欠缺嘅資料，而無需要逐項從頭評估。另外呢一個簡化申請流程，認可嘅市民可以喺社福或者係其他政府資助計劃下已經係獲得確認嘅經濟審查資格方面呢，現時社會福利署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亦都即係綜援嘅受助人啦，同埋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屬於級別0嘅院舍券持有人，同埋75歲或以上嘅長者生活津貼，當中包括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下嘅受惠人士呢，
只要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同埋讓職員透過聯機系統去確認資格之後呢，咁就可以直接獲得豁免公營醫療費用嘅收費，而唔需要再遞交任何經濟文件進行審查。呢個記住係適用於綜援嘅受助人啦、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級別0嘅院舍券持有人啦，同埋75歲或以上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士。另外，優化後亦都會擴展到去確認75歲以下，亦都即係74歲或以下嘅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士，佢嘅收入同埋又或者係佢嘅資產審查嘅資格，只係需要提交返長者生活津貼嘅證明文件同埋部分嘅財務資料呢，咁就可以豁免提交以下其中一項或者係其中2項嘅經濟審查文件㗎啦。例如係如果係一人家庭，而佢係74歲或者係以下嘅長者生活津貼嘅受助人士呢，咁就佢可以獲得豁免提交資產文件嘅。如果係2人家庭，例如係長者夫婦2人，但係入邊只係得一位係符合嘅長者生活津貼受助人士呢，亦都即係話佢嘅配偶或者太太呢未到歲數去攞長者生活津貼啦，咁佢呢，咁呢一類家庭呢，咁就可以豁免提交收入嘅文件啦。另一邊廂，如果呢一個2人家庭2位都係符合74歲或以下嘅長者生活津貼嘅受助人士，亦都即係2個呢都係65歲至到74歲之間嘅長者，而係正在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嘅話呢，咁就可以直接豁免去提交收入同埋資產文件啦。咁所以大家要記住，其中一個最緊要嘅分別呢，就係究竟呢一個家庭成員係咪65至到74歲或以下嘅長者生活津貼嘅受助人士啦。咁所以最簡單一句呢，就係如果係夫婦2人都係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呢，就係其實唔使交任何入息同埋資產文件。咁而亦都會電子化申請流程啦，分階段就會提升手機應用程式嘅 HA 高，亦都即係蝦高嘅醫療費用援助嘅一站通平台。首階段就係可以上傳經濟審查所需要用嘅文件，而程式呢亦都會推送通知去提醒申請人一啲申請嘅關鍵進度，亦都係可以查閱申請詳情。而第2階段呢，就可以全面自助辦理申請㗎啦。咁而醫療費用減免過渡性安排，咁就會喺調整收費嘅首階段，醫管局就會採取一系列嘅過渡性安排，以應付新增嘅申請呢，避免申請輪候時間過長。病人呢就可以直接向各公立醫院同埋診所嘅醫務社會服務部去提出申請啦。咁由2025年11月3號開始，亦都即係已經生效啦。咁就可以接受預約喺2026年1月或者係2月開始呢，就會喺公立醫院應診啦。咁就可以就於就診前嘅2個月，亦都即係分別就係2025年嘅11月，又或者係12月啦，就提交所需要嘅證明文件。病人嘅申請就將會獲得預先審核，合資格嘅人士就可以喺2026年嘅1月1號新公營醫療收費實施之後呢，就喺覆診之前就會獲得發放醫療費用減免嘅證明書。另一邊廂，如果喺2026年1月至3月期間有需要安排有條件減免嘅有需要病人呢，例如係病人如果係因為經濟困難未能夠負擔醫療費用，而係需要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咁但係未能夠提供足夠嘅有效文件同埋資料以完成經濟審查呢，但係喺呢個緊急狀況係需要即日或者係緊急接受治療呢，咁病人呢就可以簽署聲明書同埋聲明大概嘅經濟狀況，就可以作出特別嘅安排，獲得有效期3個月嘅有條件減免。咁病人就必須要喺有條件減免嘅有效期內，向醫務社會服務部去提交所有嘅文件，以進行經濟評估。合資格嘅病人將會獲得發放正式嘅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如果病人未能夠喺呢一個3個月嘅限期內提交文件，或者係及後發現未能夠符合相關嘅申請資格呢，屆時呢就必須要清繳所有應繳嘅費用，亦都即係話冇任何減免嘅啦。
所以病人如果有經濟困難而未能夠負擔公營醫療費用嘅收費，可以向各公立醫院同埋診所嘅醫務社會服務部、社署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者係其他指定嘅服務單位去申請呢一個醫療費用減免。而有關嘅申請將會以家庭為基礎作資格嘅評估，考慮因素就包括申請人嘅病患所引致嘅經濟、社會同埋醫療狀況。醫務社工或者係相關嘅社工呢，就會考慮非經濟因素時，要確保經常使用公共醫療服務嘅長者或者係長期病患者，如有需要，亦都可以獲得醫療費用減免。而對於現時已經係有效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嘅持有人呢，咁現時已經持有嘅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無論係全額或者係部分減免，都可以繼續獲得減免呢，無需要重新申請，直至到佢本身嗰張證明書嘅有效期完結為止。咁如果病人因為經濟因素而獲得發放部分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咁就符合新機制，亦都即係放寬後嘅全額減免嘅資格呢。咁病人就可以喺預約就診之前，或者係住院後嘅3個月內，前往有關嘅專隊去聲明佢嘅財務狀況冇顯著變化之後，就可以根據新嘅準則獲得全額減免，無需要再次進行評估。而有關嘅有效期就會跟住佢原有減免嘅證明書嘅到期日。咁而有關呢一個醫療費用減免嘅經濟審查計算程式，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熒光幕嘅網址或者係 QR Code 去瀏覽相關嘅網頁。而有關撒瑪利亞基金方面呢，都會加強呢一個自費藥械嘅安全網，加快引入更多有效嘅創新藥械啦，亦都會放寬安全網嘅申請資格，例如係藥物或者係非一次性嘅藥物項目費用嘅資助申請呢，放寬當中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當中嘅收入嘅計算方法。新申請人只係計算收入嘅80%，而持續申請人就只會計算收入嘅60%。另外就要擴闊計算病人分擔額嘅累進計算表，以降低現有病人嘅分擔額，以提供更多嘅資助，支援更多現時因有較多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而未獲得資助嘅病人。另外，一次性非藥物項目費用嘅資助申請方面呢，就會放寬收入嘅限額，一人家庭嘅收入限額放寬到去現行機制下嘅1.5倍，同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嘅優化措施睇齊。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記住訂閱CC嘅頻道啦，讚好影片同埋分享影片俾有需要嘅人睇啦。咁因為呢，官方11月內呢就有較為完整嘅一個優化措施嘅資料嘅一啲嘅資訊，咁大家呢就可以按翻最新嘅呢一條影片內嘅資訊呢，就去跟進或者係申請有關醫療費用嘅安排。咁但係記住，有關入息同埋資產嘅數據，將來就會按翻經濟狀況呢就會有所調整或者係更新。咁所以詳情建議都係向翻醫務社會服務部嘅社工去查詢同埋申請啦。另外有關撒瑪利亞基金方面，始終入邊嘅計算方法同埋條款都會較為詳細，建議大家有需要查詢撒瑪利亞基金嘅話呢，都係向翻醫務社會服務部嘅醫務社工去查詢翻詳細嘅資料。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多謝晒大家，拜拜。